最近 Bandai 一連串令人摸不着頭腦嘅操作，實在令廣大嘅 SHF 玩家們十分失望。一波嫌上完，事情仲未完結，另一波又起。難道係 Bandai 擔心新拉打嘅 SHF 整得太靚，未來出唔到真骨雕？大家好，我係英雄，歡迎收睇《港式英雄傳》。今期嘅影片想同大家一齊回憶一下過往曾經出現過災情，令我哋叫苦連天，同埋一啲 Bandai 自己翻車之後作出補救嘅 SHF 產品，而當中你又買過幾多款呢？第一類塗裝問題，最近期嘅加布、龍騎無雙龍、Z 等離子形態等等，相信大家已經喺網上睇過唔少，我就唔多講啦。蒙面超人 Bass 舊版本嘅 SHF 蠍子武裝，唔知呢個算唔算係拉打第一單官圖無限美嘅事件？官圖中嘅金屬銀色完美呈現出劇中蠍子武裝機械感嘅零件，而開盒之後就變咗一體成型嘅銀色。SHF 蒙面超人聖刃基本形態喺呢個造型上，聖刃呈現咗勇敢之龍嘅主題，右邊手臂為充滿機械感嘅龍形裝甲，另一邊就呈現咗騎士嘅基礎素體。係 SHF 產品正式推出前嘅宣傳官圖，右手係閃閃發光嘅金屬紅，加上有質感嘅火焰劍烈火。結果出到嚟之後，所有金屬色都唔見晒。而正當人人都喺度擔心龍騎士形態嘅時候， Bandai 又殺你一個措手不及，好難捉我啊！其次，聖刃劇中拉打嘅力量來源 Wonderlight Book 故事書封面嘅設計，可以話係最有特色嘅設計之一。但係 SHF 就連貼紙都唔附上。同樣，蒙面超人時王嘅變身道具 Lido Watch 亦都有同樣嘅問題。蒙面超人 Zero Two 胸前嘅塗裝似乎係喺 Bandai 生產嘅時候指示出錯，部分批次嘅下腹甲並未塗上銀色，而最後 Bandai 就以寶劍嘅形式寄到各買家嘅手上啦。真骨雕蒙面超人巴龍。真骨雕巴龍擁有住加布經驗軟糖形態一樣嘅問題。真骨雕嘅核心賣點係在於由骨骼開始塑造嘅極致擬真比例，完美還原劇中皮套演員嘅真實身形以及動作，搭配住頂級嘅細節刻畫以及可動關節。但係 Bandai 就喺呢個時候向大家表演如何以燒鵝嘅價錢賣到蔗渣嘅味道。第二類配件錯誤問題 ，SHF 蒙面超人機子 Revive Form。Revive 嘅 Lido Watch 係變身成呢個形態嘅道具，喺主形態剛烈形態底下 ，Lido Watch 嘅上方係紅色，而左右兩側係正面嘅日文字 Lida， 但係喺首批嘅 SHF 字體就上下調轉咗啦。SHF 蒙面超人 Build 套形態，唔知道係咪同期販售嘅蒙面超人 Evolu 嘅配件唔小心混入其中，套形態嘅腰帶紋理錯配咗 Evolu 嘅零件，最後 Bandai 同樣係以重發部件去補救。蒙面超人加布嘅變身者生真 ，Bandai 嘅真人頭雕技術一直以來都為人詬病，今次嘅樣貌終於可以話係順眼一啲啲，但係今次就去到背面嘅髮尾出問題啦，結果都係一樣以重發部件去解決。第三類關節問題，真骨雕 Decador 同埋 OS 嘅關節通病問題係由於手踭橫切嘅關節嘅設計結構而引起，當玩家們過度施力，加上材質脆化，係極容易導致斷裂，因而裂骨雕同埋斷骨雕嘅稱號就打出名堂啦。而蒙面超人 Black 嘅軟膠材料同樣都一樣經唔起時間嘅考驗。你哋又有冇中過啲咩伏呢？留言話俾英雄知啦！